足够梦快呢。30年无看，你拢无变的啊，赶快水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黄丽慧。唔通啦，你出转啦后，第一讲赢你。离我较远的，莫互我带歹。就伫我强要放弃家己的时，出现一个永远唔放弃我的人。对迄阵开始，我就介意掉阿星啊。我看这个婚姻吼，对阿信来讲，无期情无期待啦。袂输咧完成人生中吼，应该要交的功课共款。哟，是我先拍你爸爸的。你爸爸拄开始的时阵，介意的人就是我。你就是你家囡仔讲啊，我踮你厝的吼，永远无代志，上好做一个家庭主妇啦，对无？大家拢讲我嫁了好，我唔知影我会艰苦。我逐工哦，就咧做前生的助理，做甲足善的。手机啊，你的目镜。这个时阵当然是爱面纸啊。你敢知影是安怎？我才爱甲你做朋友。为啥？因为我大概看到你，我就感觉我家己足幸福，足自由的。伫这个婚姻内底，我无自由。像无自由啦！伫这个婚姻内底，我无尊严。像无尊严。我甲你斗3工好无？帮助你，叫你家己找到。像美惠安尼，心内深深爱着一个人，虽然足幸福的，你的心肝内敢有深深爱过一个人？大妹，哪啦？我都想要坐你的车老老的呢。你根本骗我心老。妹，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袂变。我都是甲你俩零钱尔。我超想要甲阿星做伙。拢讲吼，是咱查某人吼，咱手人的红伞。除了是蔡东林大律师的某以外，我什么拢唔是。你心肝内吼，敢若是着你迄个同谋啦，对无？那唔讲是红伞家己要走。你想要做啥？你想要做啥？少年的时，爱情像一把火，烧到我心肝头热烘烘。30年后，爱情犹原是一把火，不过这把火有可能甲我结婚25年来所有一切，拢烧了了。